咱今日来到这吼是九角洞火车头，这算是阮大树人若要进出上界重要的所在。东车是日本时代对无？伫遮设站的时阵，是因为遮有一寡大型的建设伫遮要做，吼，包括咱阿高线的高边具铁桥吼，因为铁桥若起好对无，变做屏东所有的物件，拢会当送过来咱的高雄火车头，含个要送倒去日本拢会当。啊，佫有另外一个是咱遮的竹仔寮储水厂。高雄市区在发展的时阵，因需要的物件叫水道水。水道水迄时阵，伫咱遮有做一个重要的建设，就是咱的竹仔寮储水站。高雄东车市的自来水，伊的起头就是伫咱遮扣水的，所以变做讲，遮要大发展遮公共建设的时阵，需要一个当运输材料怪的站，就是咱的九角洞站。啊，迄时阵遮的物产嘛大发展，所以遮迄时阵咱遮有一个较特别，外口人较唔知影的，咱遮有三铁共构，一个就是咱的台铁嘛。那第二个就是咱讲的轻便铁路。阮遮佫有一个叫做小火车，那小火车就是载甘蔗甲糖，啊，佫另外一个就是载咱往来，互阮大树山往来。其实啊，咱若落九洞火车头对无？行无几步路，就到咱的台湾的往来工厂。啊，是安怎东车市会有往来工厂来到遮？东车市往来的产地就是伫大树，啊，佫有咱的凤山。第二就是因为伊的交通在咱的九角洞火车头，所以才成做往来工厂的集散的所在。阮遮上济时阵有21间的往来工厂。吼啊，即马即个所在是即马村的全台湾唯一一间的往来工厂。啊，东车市啊，迄时阵台湾的往来对无？其实毋是即摆的品种。吼，啊，迄时阵为着要互即个罐头较好做，所以其实咱有迄时有对夏威夷引入来咱的开因种的往来，啊嘛就是咱即马所讲的土凤梨。所以土凤梨其实毋是台湾在地哦，是迄时阵差不多100年前对夏威夷所引入来，引入来大树遮即个所在，阮遮都有在做不同的种苗，试着去培育。咱遮大树古早南边即个所在山峦啊，咱就叫做往来山即个所在，所以咱在来就已经是山往来啊，吼。啊，除了即个在地产地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交通。咱即时阵，咱是全世界第3大的往来罐头的外销国家。车头入来了，产业入来，啊，过大家就遮有通去趁有食，大家就开始慢慢发展起来。早期吼，阮这是属于大树的中心点啦，啊，所以讲嘛有即个戏院。早期大家休闲的时阵，拢会集中来这个编歌室遮食一个边。一开始做的时阵吼，因为遮的往来较出名，就发想讲哦，一定要有这个往来特别的风味。因为阮在地欣赏往来嘛。啊，阮个利用即个往来的特性、类型，叫我都做出来即种往来豆浆啊，甲一般市面上的拢无共。阮个是用车，阮现卤的，我毋是路边的。啊，你若现卤的话，伊的水分拢缩入内底嘛。第一，伊的色泽较好看。啊，第二，伊的水分入内底，所以你食落的口感，甲卤开放里啊的口感完全无共。所以阮一直坚持讲爱用现卤的。这是沙白鱼肠啊，啊，这沙白鱼肠啊，要好食嘛是爱现煎，嘿，较会吃，较会过规粒。一般的人客等于家己讲，因去买市面上的肠啊，等于煎拢煎袂开，甲伊的新鲜度有关系。所以阮拢坚持来现煎的，这较够工啊，佮较了时间啊。九角洞火车头这个所在已经100几年啊，其实这个所在承载阮在地人足侪青春记忆，嘛毋茫讲，佫较侪人会当来甲咱大树遮来见证阮大树发展原因。